力神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 J Daily 娛樂快訊。睇片之前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，多謝晒。前成人影片女優濱崎真穗近年喺香港發展超順利，活動多到爆，更喺網上用中文發帖宣布將會喺4月就會正式拎到香港身份證，成為香港永久居民，長住香港啦。佢仲誠意滿滿，請大家介紹香港好食好玩同文化，態度超親切，網民直呼真心想融入香港。濱崎真穗早前再發文詳細解說點解選擇香港做永久居民。佢寫到香港位於亞洲地區中心點，到其他國家演出飛行時間短，可以多啲時間休息。睇緊呢個片嘅大家，平時返工壓力大，飲食唔健康，休息唔足夠，好容易影響男士床上表現。有冇試過狀態唔好，好易放煙花，又或者需要上正時提唔起勁，唔想有尷尬情況，或者想提升表現，記得選用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瑪卡。力神品牌係香港男士保健品專家，呢一款係萬寧同店濃縮度最 top。J Daily 小編親身試過，只係食咗1盒，1個月未到就已經精神滿滿，瞓得好好，好有活力慾望，做起事上嚟咧都特別有耐力。食夠3個月咧就連身體個底都打好埋。推薦俾睇到呢條片成日都需要用嘅你，有咗佢可以幫你加強機能，表現發揮都好啲。而家咧仲有全新包裝咧，正式登陸香港萬寧，第一次首先試下1盒體驗嘅。如果覺得 OK 嘅，買3盒裝咧，一個療程效果會再好啲。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瑪卡，萬寧有售。認住力神呢個名同埋封面嗰隻黑熊就得，千祈唔好認錯隔離，或者俾人講兩句就揀錯第二款。呢2年佢一半時間喺香港，一半喺日本，香港生活超方便。佢仲提到喺香港有好多朋友，食飯又美味，住元朗都好實際。之前用短期工作簽證，每3、4天就要出境再入境更新，住元朗就方便去深圳刷身份再返香港，超接地氣。佢用流利中文分享，仲請大家推薦香港美食、景點同埋文化，誠意爆燈。網民留言歡迎加入香港大家庭。濱崎真穗近年喺香港活動頻密，發展相當唔錯，出席派對活動訪問，曝光率高到飛起。佢之前從成人產業隱退後，轉型做藝人同 KOL， 喺香港揾到新舞台，生活圈子越嚟越大。佢表示香港交通方便，朋友多，美食多樣，讓佢覺得好舒適，決定長住。元朗生活雖然低調，但係方便跨境更新簽證，實用至極。佢發帖請教香港事，展現融入意欲，網民好感動，真係好有心學香港文化，好正。濱崎真穗前日本知名前 AV 女優，隱退之後積極轉型，近年將重心放喺香港發展。佢用中文發帖溝通，語言進步明顯，態度謙虛親民。住元朗跨境刷簽證等嘅細節，都顯示佢適應香港生活嘅決心。從亞洲飛行方便到朋友圈同美食吸引力，佢嘅選擇讓人思考。香港作為亞洲中心點，真係好多優勢。佢誠意請教香港事，網民紛紛留言推薦茶餐廳、夜市、維港夜景等，氣氛超溫暖。濱崎真穗由日本藝人到即將成為香港居民，佢嘅決定唔止個人選擇，更反映香港吸引力、交通便利、美食多元、朋友圈子暖。網民滿晒支持，歡迎嚟香港生活，元朗好住，推介好多嘢食，期待佢未來喺香港更多活動，帶俾大家新鮮視覺。感謝收睇 J Daily 娛樂快訊，會繼續緊貼濱崎真穗香港生活動態，中意就留言打氣 share 支持佢融入香港，下次見，拜拜。